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的节目首先要继续播出沙草20年专题报道，要带大家去看两只特别的沙旗。一般人能对一个沙旗演出的印象，怕如是个文化感性的部分。不过台湾也有沙旗是认真受到环境的变化同影响，居民有的危机感，开始想要保护家乡。这两只沙旗分别是高雄美浓和个苗栗头份的芦竹担沙旗。一个是认真反美浓水库运动过后，沙旗开始从事生态保育、农业教育和个艺术文化的享受。芦竹担沙旗则是认真往一边从工业区，环境受到污染、生活品质降低，引起抗争。居民一下下离开家乡，留下的几多珍贵的生活样记录。里面居民热心而来维护，发展出的特别的生活样文化。这两只沙旗用来透过特别的历史文化同环境优势，创造出进步的力量呢。带大家向下来看下先。1992年代，因政经济普及化，在美浓种水库采地向前东不满，故所发起一场反水库运动。按多位乡亲刺痛行上街路，表达心声，想为保护自家的家园。1995年，由采地沙旗发起生态祭典美浓黄贴纸。发动演出就决按上爱种水库的素材，希望打帮盼传统的客家祭典仪式，来表达大家结心爱保育生态。大家一个亚种的气氛哈，对青岛美浓人能造成生态影响。故所以反水库运动之后呢，我们都看到美浓也20年来哈，青岛比如讲后生人过来，青岛比如讲农业、生态、文化各种的这种。思念哈，因为印度人也青岛人会关心台湾美浓的一种沙旗的发展。我哋自家看美浓也嘅过程哦，我哋我係看咗係呢個美濃沙旗自主發展運動。按那个沙旗刺痛发展出来的运动，停电2000年，政府宣布暂时无会做美浓水库过后，开始有为无去用的转变。后来呢，无一个水库的危机以后一个风铁子就转变就比较嗰种一个。做环境教育的一个规划的场域，有能为同沙旗的协会和在沙旗的一些合教合作，一些发通，人本采田的人，还有本那边的人有一个机会，来因为嗰度目前嘅发通嘅沙旗来认识人嘅环境嘅问题安尼。我感觉反水库运动可能系呢个开始哈，因为反水库运动。我说美浓人一种关心乡土的一种精神都安尼放起来。按古的大家关心水库，又开始关心到，刚安尼没水库，安尼又喺美浓一样的发展，都安尼一步接一步都慢慢的发展下来。渐渐的20年的自主发展，采地公民团体美浓爱乡协进会，天天的发现到。人主题委同自然生态和谐共识，行为古道居民有办法落实么？玫瑰古道也调嘅生活品质，古所开始推广离山创意嘅概念，老一只概念带到高热度红。喺啲都市都会冬天会缺水，美浓会缺水么？冇呢，还有地下水还喺啲补，所以我哋用佢嚟补来发展，所以教本嚟学生嘅。美浓有潜水也种天地现象，故所美浓贵少当礼拜3下午有一节特别的沙团发通，主演同先生为带领学生嘅去认识福冈湖区内嘅潜水生态。
对高盐度方有潜水嘅素材，到沙基度田丘附近呢，也有學生嘅學習觀察做田野調查，未真正認識水係用嚟來嘅，要做得用嚟用。那校長就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，因為美濃這邊除了9年淹7次水以外，那我們怎麼去學習跟水好好的相處，然後利用來水把它發揮更大的效用在，所以他開始有這個構想。那愛鄉一直都在本土的社區營造那邊琢磨很多，那我們就跟愛鄉結合，來打造美濃這個社區的一個以水為主的營造。一條學生嘅數存出來，試看那冰冰涼涼嘅泉水，未啲先生嘅帶領下去做沙基米花，大部成份藝術為大家都有啲好食水資源嘅觀念。老師都一直說缺水嘛，然後說那個地方這邊停水，這個地方停水，那所以老師說不再珍惜的話，可能就這個地方可能就沒有水，我們就不能用。一開始我喊前上一個課嘅時節啊，就唔啲有地下水、湧泉一種東西啊。過嚟我哋慢慢嚟上課，我哋就發現到一個地下水、一個湧泉，真是個重要。因為以前冇水嘅時節，大家就會要靠這個湧泉來生活，然後有時間嘛會用於來安尼施田啊，所以我哋就把呢就家庭來整理一個地方，安尼那本大家人能做得用啊。所以我們今年就是有開設了，在美濃選了3所學校，屯後高雄一起來開這個社團課程。那主軸就是環境教育，那是用環境藝術的方式來帶小朋友一起來做這些創作。那在創作的過程中，就像今天在美濃國小看到的，可以帶動校園內的生態到社區、校園外的生態的這個認識，這樣。我是就讀廣信國小6年級的學生，我叫鍾元玲，我是你們今天的導覽員。然後大家看到這是我們的綠小房子，這是我們在上中離和文學作品時所創造出來的一個作品。主題為新年的認識水資源，美濃在地嘅歷史文化同藝術推廣未計一項重點。嗰所在地嘅鋼琴國小開嘅文化體驗裝置藝術嘅課程，用台灣現代文化之父鍾立風嘅作品結合環保素材，做出一件大型嘅藝術創作。因為向上嘅就新年嘅一間咧透過之後啊，其實有幾多嘅天馬行空嘅想法。用嚟去表現，提自家嘅作品入杯，也個藝術講就不斷地自家去發展，安尼就會規劃。我覺得是在我對鍾立和先生他這一生更了解，然後他的作品，以前我還沒上這堂課時，我是不知道他，是讓我住在這邊，但現在呢，我現在已經很熟悉他，然後我對他的著作也有一部分的了解，然後因為我們有做導覽練習嘛，在我的口齒方面，然後那些都增進了。這個課程就比較不同啊，就是老師也應該也算是說拿着課本上，但是他不只讓我們拿着課本，還有讓我們來做這些藝術東西，所以就是該怎麼說，就感覺比較不一樣，就感覺這堂課比較好玩這樣。大部課外嘅學習活動，新年呢同沙基就係較淺，那為傳承沙基發展嘅精神，沙基大哥明係重要嘅角色。東下石頭嘅走順頭，田橋順巷嘅大樹下，有一群農民帶領各種各樣嘅機器始終響下，也打尾就嘅奇異沙基太好嘅戶外教室。有嘞，
有了哈。我位移啊，位移啊。位移啊！哎，哦对对，好，是吧？老师啦，还是要老师。农业係民農主要嘅產業，古數沙其太好嘅考場，未單單同農業有關係。從佢亞隻農業機器使用維修同保養嘅考場，就當受到農民嘅歡迎。但是他們來這邊學習以後，他們都自己會使用保養、修復，簡單的修復都會，所以他們就不需要再拿去修理店去，啊，那這可以節省他們的時間，可以節省他們的金錢，這樣。一到農民相互討論、相互安幫，向下進步成長。沙其大學唔但將提供學習嘅機會，還可以嚟交流嘅素材，大幫安內大家會更加用心。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課程之後，大家除了來修理，就是有一個技術上或實際上的學習，或者是方便性的應用之外，像大家都還會聊天啊，那他可能種的作物都不一樣，那大家就會互相交流，就是認識朋友啊，還有一些技術交流啦，最主要是就是認識朋友啊，然後還有一些農業資訊的一些交換啊，這一些。大家來沙其他好時候，因為講參加好東西，天天唔好時候，我認識嗰度人。我認識先生，認識一頭年以後呢，都關係會產生變化。比如講，我喺地方上，我都會記得，萬人對一個議題有興趣，慢慢的以後有機會發展，變成一個社團，甚至變成一個組織哈。所以沙其他其實也係提供一種讓人的關係哈，重新去連接嘅一個平台嘅意義哈。民農對空間運動到沙其持續發展，一直帶到農業、生態保育、藝術文化也到，從作為漢卡島嘅想象空間，表現出漢卡島用嘅沙其文化。南外苗栗頭府蘆洲南沙期，喺民國57年設發工業落去，沙期進入工業期。本但蒙定會有超嚴嘅機會，沙認真空氣污染、生活品質變唔好，引起居民嘅抗爭。我們當時的縣長林維公的話，當時就把這個石化工業帶進來到這個社區、這個聚落來，就是說。從那個時候，他帶進來的話，就開始的話，我們農業跟工業的話，因為空氣污染的問題的話，又開始起了一些那個農人跟工人的一些污染的抗爭。所以如果說以蘆洲南這一塊來講的話，其實是台灣的開墾的縮影，都在我們這個聚落裡面都有發生過。工業期嘅影響，使至到蘆洲南嘅居民，溜溜小小都使走。我們認證沙期發展較慢，有些唔識錯東部嘅富豐總頭要好保留下來。民國96年，居民鎮嘅苗栗縣傳統聚落文化協會對照族譜調查歷史建物，發行沙期報做啟示。作為青年，沙期未天天嘅發展起來。有人的家裡面是住這個三合院的話，記得，它的門檻像。我們等一下進大門的那個門檻啊，也不能踩哦。小朋友天天討論嘅認識蘆洲南嘅富豐總頭，行業沙期了解頭擺農業嘅生活情形。在天然頭擺單單都係用作為工業嘅，古數沙期度還可能到用作為人家留下來嘅竹籃。如果這邊跟上面一樣這樣放？因為之前這邊每一戶人家裡面都有養豬。就是因為豬是他們的經濟來源，所以他們就在牆上或是地板上都會有豬的圖案。豬舍呢，它的構造很特別，它外面的牆壁呢是因為如果洞太大，它豬會跑出來。迄個通太細，佢有種的通氣。古數頭擺嘅人懂聰明，就會喺下背嘅牆壁挖小小的洞，為了是可以讓它通風，然後呢，又是第二又是可以
让它不会跑出来。故说爱吃到俩只发通清神期。这个墙壁啊，它是用这些土，然后最里面是竹子编着，然后再把泥土裹上去，最后再上一层白色。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？石灰，它是石灰。石灰是什么？可以防虫，然后可以防水的。边内边嘅传统建筑工法，伫卢竹南还看得到。不过协会总干事陈思珍小亚到路建筑为日建业而且别忘，为保留为加东南。古所设计学长古迹拿到嘅详实嘅执照，进到社区开始带的机密，学生嘅职工来掌握嘅。安内来参观嘅学生嘅为汉卡认识社区。我觉得是刚才那个哥哥有说，就是他可以用一些泥巴来造墙，我觉得那个蛮特别的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用水泥，不会用那种泥巴那种来造墙，因为那个好像泥巴没有像水泥那么密，会有一些小洞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没有再用那种水泥，我就觉得很特别。跟大家都就是想讲，按用个轻资源的个盖房子的一个风范，已经都就是说已经都失传了。跟我就想讲，我也都同到个快递的个物件，我就想讲用按用的方法，再给它给做起来。哦，我做开个边那边个研习课程，然后一面教亚民众用来做，一面生产做老亚。个快递的物件就涨下来。一磅啦！漂亮啊！卢竹南社区认真送推议行动建设，为老头摆嘅环境同生活空间，老老实实地保留下来。票仓嘅加入内要有嘅新嘅法律。从计去年张推嘅协会总案件里土民意，大埔路通铺都用超入开发方案嚟到社區，希望大埔自家嘅力量，安內路總頭會保留到還較好。其实这个社区对我来说，它就像是一个这个台湾人所留下来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老记忆，所以会很希望把这些老记忆透过我们的年轻人的话语。来传达给更多，比如说刚刚的小朋友，或是以前居住过这个地方的大人，让他们可以回忆。你要跟他介绍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那个啊。為到為社區加添藝術文化嘅氣息，今年4月的也都邀請英國、菲律賓分享嘅藝術家馬雅海維，攏來社區駐村，佢同社區建議。府區內國小嘅學生呢，因為層面嘅接觸同互動，傳統嘅路總頭沒有為外國嘅風氣。然後，所以我覺得這當中的話，是除了說，你真的有實質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，不是說只是他留下一個畫作。可是因為畫作其實是對每個人來講不是最直接接觸的，因為畫作其實你對真的當地居民來講，他其實反而不覺得說，哦，真的放了這塊畫在這邊，對他的家有什麼真的變漂亮，或者是他真的覺得他藝術提升了。就是我們其實反而是希望說，你是從很基本的生活文化開始去交流，去教育他們。協會總幹事嘅每個陳依依，每天的阿爸嘅腳步，轉來家鄉接下藝術總監嘅職務。入嚟呢度嘅人家藝術家駐村發通，佢同佢爸爸老七家屋卡，用啲嘅房嘅由26年嘅火房和長過，愛撥藝術家落來，安尼落屋嘅要為新嘅生命力，才體嘅文化未同國際藝術接未到。就是其實是在整修這個房子的過程，其實我也是在告訴我自己說，一些老東西、一些老房子的價值，其實是你自己在動手做的時候，你其實那個體會是更深的。對，然後所以其實在裡面的一些裝潢，當初當然是沒有想說我這邊居然會有一個漂流木的櫃子或者什麼，都是一點一點慢慢做的時候，那你就會突然有一些想法，說，哎，我想要在這邊做一個什麼，然後所以才慢慢修建裡面的一些佈置，也是一點一點累積的這樣子。
工业区杜方大马旗嘅沿海同沙旗嘅农夫豐富，一整年看到吃到同感唔到，沙尾唱一步無強用風情嘅花作，今年無會去答工業區嘅污染，發現沙旗同江又有無強用嘅東西。面對外來嘅威脅同唔調和，食控真高，民農同農作物開始潛起價。經過堅持兼合作，喺拖拖棒棒當中顯出沙旗真實嘅價值。威脅可能就啲面頭前，可能咩唔會無敵。是講總係有一群人，啲嘅蘇古德、肯定嘅。